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了》，我係 Rita 林玉天。今日呢，喺節目當中非常榮幸、非常歡喜，邀請到夏之谷文化藝術團嘅團長，同時今日係藝術總監李榮豐先生到節目當中，來分享記得啊，今日非常用心來製作香港當優質嘅戲劇，來推薦俾大家哦。實際來歡迎李榮豐團長先生好。觀眾朋友大家好，你好，各位歡喜來到福氣來了。哇，先生，該有精神哦！這大做就來。哎呀，非常歡喜有請到先生哈，今年算起來哈，2004都見夏之谷15年呢，冇簡單哈。冇簡單，所以呢對安歲學到15歲都冇咁簡單。係啊，係因為唔嘅堅持。記得上一次我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我嘅作品啊，沒講到有青島嘅堅持，安尼嘅心情哈。今日看到我知道是啥冇強樣，係咪？我知道老經驗要做嘅戲劇有關係。有乜關係？因為你看25年哈，今年做也195火燒莊。慶祝嘅節日，嚇也戲劇嚇，最近人講動太旁、動用心，發動到時間，嗰個有嘅提醒講，行業主流，一個主流就係大家無論乜人看，就會有安尼嘅共鳴嚇。也都會講吼，我哋客家嘅東西都係自家講，本自家談，也想講啊。自家講伴他人談，也想講他人對我哋有興趣，所以講客家話要保留下來嘅話，我知道呢15年來我認為客家人哋講自家客家係乜嘅，也有嘅。啊，嗰類呢用客家人嘅方式講問客家人認識，也有嘅嗬。但是怪奇怪嘅，咁有千多人因為安尼變做客家人，咁有千多人因為安尼怪隔意客家人。也所以客家成為大家最愛嘅客家，客家成為台灣人大家共同嘅客家。我認為嚇，我要努力，係我堅強客家為了變成客家人自家嘅客家。啊，也都該本來該受理。所以我希望講啊，用一啲社會、一啲表演嘅文化，共同來支持嘅按照客家嘅表演，也屬於大家。因為有大家，客家會繼續行下去。先生真係動用心，因為我啲開始認識夏之谷對客家嘅歌舞表演，個悄咪做到嘅戲劇，嚇，嗰位大家啲講，你行到人嘅國慶嘅表演，有冇？當腦旁當中，竟然要做一個行業國家戲劇演，嚇，用誒安尼嘅大合劇做定一片，發很多嘅心血。一種吼。夏之谷做事情啊，我認為有一隻天真啊，就啊吼，也唔係做都做唔到，做咩都可以想做，就盡量去做。也同嗰條社團吼18模相同。我哋屬於為8模嘅社團。記得19以前，談到我出國吼，肉擦擦嘅呢。用嘅咯。唔是出國過呢，幾擺出國嘅時候真痛。幾日來呢都對頓太平洋講我哋啊吼，我來去歐洲，結果真是去歐洲。哇！去歐洲嘅時節吼，談啊都上唔落高。下後講啊，我哋身為我哋去國家戲劇院，真佢下吼，免到不也冇有過分啊。但是很奇怪的都到位的。前年呢，我講喺佢哋國家戲劇院演出賣好。喺佢哋國慶演出唔係好，係啊！喺啲台灣燈會區演出唔係好。哇塞，你會講語言嘅呢？結果真是去演出嘅時節吼，人同啲人講，你演出咯，其實佢強呢，我佢強咯。用嘅咯。唔是做過啊！澳門人騙人啊！嗬，社團像我哋安尼體制咧，有冇人做過啊？所以講到底做得多冇？其實係咪佢堅壯？6月8號、9號，我哋國家戲劇院。我以問佢點做，我全力做可能，反正8模冇吹嘛。係啊。實現夢想嘛冇吹嘛，係咪？哇！唐先生安尼講，我知道，唐人講法出到當有法律，韓國吼嗰輩就冇6月8號、9號嘅票房嗬，票一天賣槍槍，韓國做得假廠，高假廠。你講一句話深得我心啊！哎呀，就個業骨啊嗬。
实在讲起来，囡仔都讲票房。我也相信，像客家 VMV、客家电视台都同我拍过多宣传。我相信呐，我能做得到。其实拔门吼是强烈，但是实现也梦想是爱实力，一步一步减，係也冇辦法碰逢。不過也票房呢，我拜託大家，哎呀，大家共下來支持啊，因為按用心來做吼。我看到下幾股一路行來也15年吼，每一步都行到當踏實，讓做得去追求夢想咩？吼，各位我知道，你哋有一個就係見得創新。因為講創新，包含講亞伯也戲劇吼，用後生人作為主角，因為特別講後生人，因為呢聯想到1895，嘅同時。保家衛國，就係也得有熱血嘅青年咩？各位亞伯戲劇吼，就用5個後生人來交織這一出戲劇。嘅同時，你有冇有安尼嘅想法？每當一國家社會出現某個問題嘅時節，第一個跳出來都後生人。伊跳出來選擇伊嘅行動，冇一定過理智。也冇聽出他人看嚟會順眼，他嘅純真嘅熱情，佢純粹嘅生命，就係我哋也為社會向前行，轉變一定要有嘅能量。有時節有啲事情想太多，冇聽做嘅好。有一種講法係乜嘢？等到準備好嘅，機會就高啲，人來做，太慢嘅。錯。唔再做。雖然還冇過成熟，雖然還冇上個青藏板，但是可以做，那個重點仲係重點到有勇氣去做，安尼。好，注意下，因為我知道我樂團組員我咪係安尼嘅理想，係咪？有安尼嘅認真。聽擺阿爸咪都講，係啊，我準備好了喲，結果準備好嘅機會就係嚟，太慢咧，有確實係咪？我說平常時就要認真啊，係啊，先生，人家講到後生有安尼嘅熱情，有安尼嘅憧憬，好單純的想法，純真來做安尼嘅選擇。不過你本身來講，又係團長，又係藝術總監，啲下幾個地方，你說係斯泰人，落貨嘅，你因為來看一條所謂嘅後生人，佢哋要安尼做，因為有嘢困難啊，要帶領團隊啊，係嘛？我感覺。每個人嘅老人家，甚至係啲萬世嘅人，後生嘅人，最成就嘅人，所以嗰度老人家味道嘅表現佢家佢老神，佢有 TV， 所以呢，提示將嘢後生萬世嘅東西表現嚟，其實打開來，將嘢嘅本佢純正嘅部分顯出來，同樣去 TV 後生嘅愛做嘅事情，將嘢機會俾人。想當然，唔要咩安尼，所以後生嘅愛得定係定比力量，一定社會係機會，社會係強勢。先生，安尼看起來應該係個和藹可親啦，哈。沒有強下。咩意味嗬？人家講嘅就係有一種換位思考，做得體諒後生人，有一個用後生人嘅角度來看佢哋做嘅行為，嗰種做得包容，做得支持。不過，你作為一個團體嘅領頭，唔係講有乜個天人交戰嘅時節，要講安尼哦，也後生條，很想去攞佢打起哦，敢唔會安尼？唔會。哎呀，唔會啊！唔會。咁樣嘅事，做得媽冇？我嘅角度，如果伊係屯無強樣嘅生命，唔都會計較伊做錯做唔錯，做到有價值冇價值，對人有好啊冇好。如果現生命嘅一部分，像人來嘅、人冇嘅，唔錯也係能教嘅，錯也係能講用，唔好也係我哋共同努力，好我哋共同歡喜。所以喺將一條人嘅生命當作係自家一部分嘅時節，就該唔可以對後生嘅排外，去安尼提高伊強迫伊，算對伊呢有該冇嘅態度。所以我也會看咯。我有時看後生嘅，因為我唔好罵聲人嘅，所以後生嘅幫我看嘅時節，我有啲想法，七家聲人嘅，七家聲人嘅，哇，七家聲人嘅，哦，莫怪下次佢做啲行研究15年嗬，見創新，
更有新的力量，更有新血来加入哦哈。咁一擺呢哈，大家當期待，也戲劇做到按舊嘅事，發按到嘅心思來做吼。2月8號9號就會上演呢。同大家介紹一下，幾當時有冇用按你嘅名誒？嚇，劇情都係用誒。過去下一句做戲劇嘅方式啊，吼，從一開始發現客家，就講啊，從客家東西雕腔下，客家樂舞啦，原來有吹塔嘅，原來有山歌，原來有客家嘅意象，還有呢開始做歷史，霍少莊上座安尼哦，當然出隊係安尼哦，吼。也桃園很用嘅上站呢哦，也都歷史。但是也到呢，太開都係本人了解認識，有安尼共識，有一種認同。但我哋角度嚟講，見客家行得到國家戲劇一樣呢，難講我本用安尼方式嘛，一啲藝術品質、文化嘅能量同我講嘅對象全部冇相同嘅。我開始思考客家文化嘅藝術化。過來，我帶本入來看嘅觀眾，乜嘅好處，乜嘅效益。第三，唔呢水準係咪一本太重嘅認同？所以後來講，四十四最終價值。哦，係啊，嗬，就係你哋用盡力量行個心意，本大家會看到最好嘅嗬。當人家講霍少莊，也係真經嘅歷史哦。到底佢發生乜嘅事情嗬？就發生啲6對天氣嗬。等下呢，繼續請永豐先生同大家來介紹哦。請大家了解下，繼續進到福氣來咧。文化藝術台2019原創製作。喺必然嘅結局地帶，讓佢做出不菲嘅價值。1895霍少莊，一場歷史之戰，唔管現實人生。2月初8、初9，台北國家戲劇院1895霍少莊最終結集。哇！大家看到咧係預告嗬，看嚟要半夜當上嘅落到國家戲劇院去看戲麼？天朝日嘅嗬，今日非常歡喜邀請到下幾個文化藝術團嘅團長、同藝術總監李永豐先生到節目當中同大家好好嚟介紹分享。先生你好。好。哇！先生剛剛看到咧預告嗬，我知道有安尼嘅氣勢，都有熱血沸騰嘅感覺。有樣冇？係個劇照安尼定格出有畫面嘅，你知冇？好，家大家看到嗬，也係霍少莊嗬。講到霍少莊呢，也係喺第6隊來作為嘅發想出發嗬。錯。因霍少莊嗬都講啊，日本人當時接觸台灣嘅時節，面對客家莊嗬，全部都義勇軍。係。所以行到呢，變霍少莊呢，暗估呢，真是本大家最記得嘅都係入去重慶莊嘅霍少莊。佢當然都講啊，霍少莊都本人變霍少，那按到霍少莊，其實唔係，而係本來都按到霍少莊，但是呢，也確確實實第1895全部呢本霍少強，因為愛來同日本人表態，我哋唔願意本來接受，所以有個故事呢展現出呢6隊人抗議呢，就算講啊，為咗保護家庭、保護子民、保護土地所做嘅所有努力，到最尾一邊一卒，好多人類已經對半夜就打到重慶莊，已經打過仗嘅，唔抵到重戰，但是以情願用最尾嘅決戰來表達佢家嘅想法。當然怪奇怪哦，客家人冇講啊討厭日本人哦，意思冇愛接受一種命運。啊，日本人也冇討厭客家人哦，兩個人是互相欣賞，但是伊哋為國家。伊哋為佢嘅尊嚴，兩個愛嚟用一種嗰種武士係咪？
棒到的，其实无很无数，所以也係從本來感覺到，佢貼拍的歷史之戰，用兩種角度看戰爭，佢無相同。先生，唔敢安尼講吼，當上啊，因為講誒，大家特別講到戰爭，就講鴉片唔好，也係鴉片唔好。其實人家講無限，就係每一個人佢嘅立場無共樣，佢所看嘅角度無共樣。個我非常嘅好奇吼，也俾我看也戲劇，佢都係用用嘅角度來呈現，我帶本大家默嘅吼，也俾貼片來做一個創建嘅設計，竟然有桌遊，也係同時行嘅咩吼，因為做得聯絡家庭嘅關係，用桌遊、用圖書館做一個開場，做一個場景，很有一個發想呢。也地背哦，睇都講啊，歷史難免場合。他個人陷入來，自家嘅故事地背看藝。係。一種咧開放，像圖書館個開放，讀幾多書，我寫乜嘅書，讓我想冇人干擾，所以用圖書館有啲想法嚟講開放。第二呢，戰爭啊，歷史嚟講，如果冇進入戰爭地背，冇感受到冇嗰種奇妙呢，唔看歷史咩冇答冇對。所以用桌遊，雖然看歷史，但是佢個加入。去個參與，嗰種感覺都作用。然後對一地背，唔能夠地講頭擺嘅人，而做乜嘅做出安嘅事情，做乜發生安嘅事情，如果係有一樣嘅，嗱我哋角度參與嘅人呢，唔係一作用地背，唔搞嘅是遊戲，其實唔本身咯，唔係喺啲啊遊戲地背，唔本身咪更加嘅神法，唔本而面對歷史，大家所做嘅選擇。所以台灣人有痛苦冇？有困難冇？有唔嘛窮樣，雖然大家都搞，其實冇聽做乜嘅選擇錯也唔錯，一場遊戲，人生嘅遊戲嗬。所以提示唔會將嘅意識形態放入來，開放，俾大家共同來參與。安尼客家嗬，會注入嗰度冇相同嘅觀點。安尼客家觀點帶出去嘅時節，也主流嘅人啊，嗰度台中啊，伊都會客家人可以安尼想。我可以按嚟想，我聽咗人以為講，哇！一種客家人真是台灣的寶，我哋真實，我會因此安尼更加愛惜客家人。哇！也係咩嘢用心呢？也都係政治目的。嗰陣我知道也一劇戲劇嚇，佢當到係當開放嘅，我當然我看下劇本嚇，我知道講演員沒有動腔，因為佢自家同時佢。本身就現代人，唔過佢跳一下機會，馬上進入安尼歷史嘅現場哦。嚇，唔係講我跳到穿越安尼，唔係哦。佢本身我喺舞台當中，我就喺思考，係個我喺歷史嘅乜啥，我會做樣嘅選擇。帶領大家去梳理這個脈絡，嗰時候大家邏輯要動強呢。像上寫人嘅一個自然啊，寫人嘅教學應用嘅洋娃娃。係啊。教我教嘅，打以為做姐姐，底下以為做爸爸，打以為做阿妹，係咪咯？所以你就親為教，所以一種嗬角色替換、角色扮演，本來都會個自然嘅事。但是唔看生意你教嘅時候，一規則式嘅哦，一教嘅基本都係唔識翻嘅，讓我咯因為知咩地位，伊感覺真奇妙，所以所有嘅東西舞台上嘅演員一樣，伊講下故事，一小鳳樣嗬哦。身材安好，安勇氣，他講伊只有一戰，不必多講，這是樣嘅感覺。伊來扮演嘅時間，伊讓有辦法本人伫咧講，哇，幾下氣氛，演員入嚟，觀眾那我聽到你入來，所以一出戲劇咧都講啊，大家共下入來，唔好講啊唔來看戲，共下來客家人嘅歷史地位看一出好嘅戲劇。哇！你共下聽咧也做有共下來入戲安尼哦。走。啊，之後也戲劇有個挑戰。哦。嚇，對演員有個挑戰，我唔啲觀眾啦嚇，其實觀眾都是會有字幕咩？因為舞台當中有方言，沒有客家話。好，嘅演員一下我一下現下可能講方言。唔過歷史上樂隊聽說講客家話咩？好，嗰時候按嚟切換，每一個演員都有訓練好嘅嚇。哎呦，講到嘢咩嗬？有啲演員係主流劇場一流嘅演員，伊歸負責任，佢有一位演員嘅專業，但是呢客話，阿本王國璇老師嗬，謝國璇老師，伊請他壓力，
伊讲啊吼，讲个过章板，无章板呢就无给面试，所以吼差不多2、3章以前就开始诶，我都经验真高。所以一般来讲，我哋啲演员个旗下，现在时间有人讲华语，有人呢讲白丝烟，有人讲海陆个，有人问我讲，啊先生，刚我讲乜嘅啊？我讲现在唔讲乜嘅，唔就讲乜嘅。因入不到历史地步，我讲6对丝烟，可以讲好多人嚟练，俺哋练得好冇，鬼太挑战。哇，太加期待！唔过我讲到专业用作师啊，吼。本业嘅舞台劇嘅演員，唔放心，一天做到當好嘅嗬。錯，呀演員呢本身嘅演出我要看啊，排演啊，佢專業狀況。其實伊哋呢劇本啊，看到佢個哇，佢欠出嘅，伊就佢好演。係。好啊，演出時嗰種狀態都真好。最強嘅劇本佢無聊，演出嘅時感覺都冇乜個奇妙，所以演出嘅內容都唔好。但是目前看來哈，提胡鴻铮啦哈，李明哲啦哈，浩翔老師一點帶動之下，佢演出狀態唔會差。哎呦，安尼講到出劇本非常嘅嚇人，就錯演員又按強啊哈，大家就會期待哈。先讓大家透露一啲嘅劇透好嘅哈，佢一開頭哈用嘅當特殊嘅字典，河白紙來做嘅開頭。也係用嘅來做一個發想，係咪帶到規個劇情嘅走向？也幾好神哦，幾也好神啊！都面容幾片都幾好神。好神不講對客家人來講，南美人啊同好神都一定分唔開。婦人家也窮樣，婦人家生愛吃水，死愛車水。所以水對客家來講係最重要。啲故事對一開始表示一個生命嘅一種故事，就講啊對生死地輩做一個看一看歷史安尼。所以之後神地輩都已經將角色，尤其愛情線啦，愛情線到一個平靜嘅一個無相干嘅狀態，但是突然有一個戰爭嘅入來，年代平平安安，撐過多錢人，生活平安富貴嘅人。嗰度有感情嘅人，有想象嘅人，角色之間嘅關係都體現嘅。但係真正一加入來會變樣嘅，佢奇妙，佢奇妙。哇！嗰時睇下出當好強，我自家想象，我喺個來看，我都話會變樣嘅線，我某一天會老演員線嘅強樣錯嘛？有樣啊，但是有一件事情更加冇辦法線。樣嘅。比如講，突然之間本來嘅細阿妹啊。也會世界就係個少女時代，有個帥哥入來，很愛到伊，世界全部變咧。錯冇？本來冇辦法選擇萬人會入來，真正入來嘅，也世界就變咧。不斷哪位選擇，結果全部都冇共用。哇，講起來安尼。感覺動情嘛吼，唔過人嘅人生就係安尼吼，每乜嘅事情都係順人嘅意哦。我相信無論做樣嘅選擇，就係你自家愛做，安尼就輕鬆要咩？經過到安尼吼，因為環境啊、時態、時事嘅變化，喺國家、喺政治人物、喺青島全球嘅局勢造成。但是呢，真正面對嘅係人民，係百姓。其實唔面對嘅時間，你都一定要選，愛爭也算走最簡單。但是你選係咧，唔係做冇事嘅，唔係攞錯別人記起我嘅冇，唔係留喺地下，繼續來面對哪位選擇。好，哇，先生竟向人來面對呢，一係當中嘢啊嚇，等下繼續多陣來人來面對一個戲劇，人來看到底人講到底大戰也係求佛呢？大家聊一下，繼續喺節目當中哦。歡迎所有嘅朋友，強下轉到福氣來咧，你要強下來面對咧。今日頭先咧講到人生當中嘅選擇咯，其實根本嘅咧，永豐先生，唔該講青島飯嘅收穫當中，真嘅。你知道安尼人生安尼行過來吼，按到嘅堅持，按到嘅熱情，按到嘅夢想吼，千難嘅選擇係乜嘅？千難選擇可以講大家都會拄到嘅啦。
第一个都讲你个我来讲一个生意呢，叫我落去甲生活品质都一天降大。你做咩健康啊？哎无，哎都主持人咩？哎无来讲呢，生活都古时，系咪？所以结果就讲也唔讲。一天呢，表门后生嘅想一下，坦白有一种，他家也要面对阿爸阿妹老嘅，许多语言不管样嘅去爱惜阿爸阿妹，一种我不平，不平就会有今日。医生讲，真是冇机会。繼續留喺醫院呢，來做這種生活，頭家半年幾張日，但是冇人批。佢故事面嚟面長康，很才講啊！買種帶過來，唔是按長安你哋，應該嚟強下幸福過一餐嘅，好好照顧伊，暗顧馬上生命都會結束。呢世界唔一樣嘅選擇。我唔敢選呢，安尼講起來，都冇容易選擇嗬。面對必然的結果，有時間我有選擇的勇氣。錯嘛？所以像有時間生意呢，就算到做物嘅食物嘅點樣嘅打扮，嘅幸福嘅選擇。但是呢，像有條人生嘅選擇，佢都係佢無奈何，結局都係安嘅，我羨慕。沒一樣嘅選。哇，也真難呢。難。也像也戲劇講嘅。其實也戲劇講安尼，台灣也安尼。我哋過度做問台灣嘅曲師，國家曲師，我哋台灣人比其他國家多一項，要看到一種結局，安尼變安尼，安尼呢又變安尼。結局看到嘅呢，我羨慕。我感覺嗰多人放空，我唔係先啦，表演嘢啦，但是記得咯，最尾係唔面對。係啊。所以最好去甲選，去甲來面對，選出不菲嘅選擇，不菲，唔好後悔，然後面對。哇，也係我清態嘅勇氣哦！我之後當場預告，竟有一句話嗬，觸到我嘅心。佢講，有時候會輸。還是要有那個勇氣，按那個意思。無論有你出第一個結果，你就會輸嘅咩？天總會輸。你還要面對啊。天總會輸啊。天總會輸，我羨慕。哎呀，還要選啊。選啊。你要做一家咩？有尊嚴咩？從190來講，我選擇一戰維護尊嚴。選擇莫戰投降，冇尊嚴做哪奴才？都好，全部都做得。或者先莫面對一走，下一轉那都同輸贏，都可以。但是你一定要先，先呢要有行通，行通能會改變。亦都講195課程中最終價值，主要都係請大家唔好看到事情投票，現在呢去面對能會改變，行通能會改變的開始。按你講起來，其實也戲劇吼，唔係講真正講歷史用嘅，因為歷史大家看到結果嘅。錯。顛倒係用也歷史吼提醒人，也講鼓勵人有勇氣嘛，而係去面對事情嘛。唔過無共樣嘅選擇，就帶來無共樣嘅結果咩？錯。都係人愛共樣嘅人生哦，哇！人生嘅問題無咁簡單。但是呢，蠻可以選擇係好嘅。錯。冇選擇。係唔好嘅，嚟講正經講，也世界上嗬有人講，最悲哀嘅事情係有聰明才智嘅人，永遠喺度想一樣嘅，但冇去做，冇做出決定，冇做出行動，所以社會有聰明才智嘅人冇任何貢獻。所以呢，一塊土地嗬，不管結局乜樣嘅，結局乜樣嘅都唔怕，他要選擇。可以面對，亦都係講做啲戲劇嗬，本國家付出很多錢，我哋很多嘅藝術家向做，到底我本一塊土地買嘅東西，有一價值冇？我不斷思考一件事情。哇，懂感通誒，真係懂感通。一擺一戲劇嗬，帶出一個人家講
無論係用台灣嘅角度來看，用北上每一個人喺生活當中嘅面對嘅事情來看，就都有意義。真到一部戲劇係一個跨團隊嘅合作。錯。無論音樂、演員、舞台嘅設計、導演，每一個人都花千多嘅心力呢。一擺喺我做戲劇以來最優質、最高級、最複雜嘅，但係係最閒嘅。哦，最閒啊！因為最閒應該先無閒啊。前指引、前方向、接問題編劇感覺安尼編咯。跳本記嚟做。講咁樣嘅編咯，幾廿事哦。導演我希望有乜嘅面試，我希望有乜嘅狀況，所以包括一位幾個運作將創作者，伊都出錢太力。伊佢有經驗嘛，做千多好嘅戲劇嘅嘛，拜託伊來聽書。種導演呢，像胡鳳珍等啦、李明哲啦、浩翔老師，哇！三位都夾起來都屬於金三角嘅，所以拜託伊哋都錯嘅。嗰度還有像金敦、安慰編劇，有安乃如，總係過夜會前後後用我幾年呢，過三太編咯。所以幾難得伊有安尼嘅耐心，伊講也係編劇以來最困難嘅。哇！一得個國際大獎嘅編劇呢，伊本安尼講，伊可能會感覺到伊佢也會感動，講唔感動嘅，我等佢演，他可能會感動。像一度幾度像達倫老師啦。應龍老師的，佢哋做音樂嘅啦，做影像嘅啦，做導戲全部親認真。今年咧，我看嘅達倫老師話講，我看下暑假我哋那頭家好嘅喲，係咪講錢唔難嘅？所以有時間對一批嘅所有按度嘅社團、按度嘅藝術家，雖然無天行業，真正講無天行業，但係一定要入來客家，貢獻客家。真正到我客家嘅文化能量，也都幾歡喜。下一個實在冇安尼垂跳啦，下一個都一種整合，貢獻一個平台，一個撥夢嘅平台，本歸到人入來，將客家嘅夢想來實現，都係行業國家戲劇人。哇！再一次愛種上鼓勵啊！其實團長講來講去就不離客家，因為認為講你安尼愛挺身而出來做客家，其實有嗰度係困難。你要整合。老人老東西，人講，安尼，好像捏在一起，成型，做個動漿，其實也就係動困難嘅事情，用嚟為安尼嘅堅持。最困難係客家人都會調我安尼做夢。嘅李團長，專門做客家人，用可以講按到華人咯。也係歷史劇。也算現代劇咯，按地背又要按到音樂按貼片咯，按到三副嗰種冇乜嘅相同咯，一重建用我哋圖書館地背講佢哋歷史體系咯，唔怕，也都係藝術總監同製作人愛來負擔嘅，愛負責挑出一面好臉嘅咖啡，做出一出好看嘅客家體系。本客家看，本主流嘅人看，哇，客家也可以做安尼。下一轉呢，又講佢其他客家再做一出戲劇本來看，有人講話人可以係客人，可以唔係客人，可以同我哋冇相干嘅外國人，也係客家未來行業主流、行業大眾該必要去面對嘅選擇。哇，係喺現在咯，家講其實按你講起來，就有千多冇共用嘅上出現咧。錯，大家會有動到嘅問號，如果有問號，愛本大家自家行業國家戲劇院，你自家愛看咧，你自家用心來感受，唔這樣做得看，一擺下幾個按你嘅選擇，到底人講好冇啊，又講錯冇啊？我看安尼團長講，一天唔會俾大家失望啊！我要準備本人罵啦。哎呦，一天嘛，冇用嘅時間，有人唔習慣。本人講，哎呀唔錯，安尼唔錯，安尼唔好，安尼唔好。我會問講，唔怕，安尼唔好，安尼唔錯，安樣係個好，樣個錯。就講未來嘅客家，安樣係個好，安樣係個錯。冇聽眾係做唔錯嘅，冇聽眾係確實寫唔錯嘅。唔怕，我哋面對，大家同我講，
共同来思考，客家安用的行能錯，客家安用的行能錯。我嘅想法都講啊，冇一個社會共同嘅支持，客家會和諧。因為唔見來見熟嘅他人之外，細細嘅他人難睇，唔會消失。係入來變他人呢，碰太，他人嘅能量要搬，客家要碰太，客家尊重到所有嘅社會，而都沒他人，而係客家一部分，但係客家係家嘅一部分，客家都永續可以存在。好，我想哈。無論樣嘅呢，談到安尼嘅熱情，安尼嘅勇氣，就知道當好。我想前面係拜託團長同大家分享，下擺去到哪一塊、哪一時節，我會買票呢？下擺呢，係6月初8、初9、5月節吼。6月初8呢係安埔頭，6月初9係下豬頭，第一位國家戲劇院台北的吼，國家戲劇院。大家買票吼。兩廳院售票系統喺網絡上嘅下一股文化藝術團嘅粉絲站來同我哋買票，亦都呢全天呢我同大家聽數喺沙灘呢爆票嘅吼，等大天話本嚟聽本大家滿意。哇！今日非常感謝團長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每本大家鼓勵啦，要有勇氣面對現在，無論用嚟相信你嘅人生做得做你自家嘅主人咯。好，再一次感謝團長，什麼先生？感謝大家，感謝你哋。非常感謝所有嘅朋友共下來收看今日嘅節目，有請大家落到戲劇院來看戲哦。好，等下繼續聽先生來做運動，按章來聊聊，拜拜。